當天主教樞機遇上佛教法師，一場跨宗教、跨世代嘅心靈對話正式展開。有心啊！多謝你，多謝邀請。周守仁樞機釋顯空法師由人生、信仰、青年人壓力談到希望、修和同同行。慈悲就係要明白諒解啊！其實你有一個慈悲心，有一個諒解心咧，可以識得去修和。唔好當得自己出事即係困難啊，要揾人幫手啊，定係一個弱者嘅表現。唔係㗎，當你自己有呢個困難之後，你懂得你願意去揾人幫手嘅話，係反而係強者嘅表現。更請嚟天主教同佛教學校嘅青年同學生一起分享佢哋面對嘅壓力。點解會有個好似孫悟空咁嘅頭擺喺個頭度咁嘅？即使世界好混亂，只要你唔混亂就贏晒。一齊聆聽彼此，用慈悲同理解同行每一段人生。你嘅人生咧，點咩令到你能夠有自信心？其實就係唔止學業嘅，學業唔得，你有第啲嘢得㗎嘛。所以俾自己有機會去發揮你自己嘅人生。但你自己，我覺得生命你要自己對得住你自己，投入堅持咗咧，咁你就無悔咯。心靈對話，慈悲同行。6月12號起，一連3個星期五喺公教頻道、香港佛教聯合會同覺醒心靈成長中心 Facebook、IG、YouTube Channel 播出。